你这独心二字是什么意思？当年姑母临终的时候感慨，在这宫里行事，不为独身，只为独心。儿臣不明白，更不曾做到，所以落得和姑母一般的绝境，还眼睁睁地看着永琪轰逝在儿臣眼前。哀家知道，永琪走了，你心里自然不好受。皇额娘，儿臣是个无用之人，为皇后的时候就保不住景嗣和永景，如今永琪走了，只剩下永基。可是儿臣又被禁足在翊坤宫，册宝也被拿走了，实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儿子。还请皇额娘能够成全，保住永基，保住爱新觉罗氏和乌拉那拉氏唯一的一丝血脉。保住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春晨，回去说事。你怎么笨手笨脚的？春蝉呢？把她给我叫来。主儿，春蝉姑姑还没回来呢。这春蝉跑哪儿去了？主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主，方才有人瞧见容佩和叶星带走了春蝉，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什么？那人不会是看走眼了吧？不会有错的，奴才仔细问过了。那还不快去找？奴才这就带人去寻。等等，悄声些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这，下去吧。是。春蝉，你还是如实说吧，这些事是不是都是皇贵妃做的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不干我们主的事儿，奴婢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替皇贵妃办事的兰翠、晋忠、云皎都死了。春蝉，你知道皇贵妃那么多事，你想她下一个灭口的会是谁？你们就不用费尽心思挑拨我们主仆关系了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容佩，咱们走吧。是。等天黑了再放人。好。停！娘娘，走吧。替皇贵妃办事的兰翠、晋忠、云皎都死了。春蝉，
你知道皇贵妃那么多事，你想一想，她下一个灭口的会是谁？主，奴才无能，找遍了也没找到春蝉，除了安华殿，那里有荣亲王的百日祭祀，奴才也不敢贸然去寻啊。没用的东西，滚出去！这……春蝉，你回来了，主找了你好半天。奴婢让主担心了。起来吧，跟丢了魂儿似的。多谢主。上哪儿去了？奴婢也不知怎么，就被容佩和叶欣带到了安华殿，扣了半日。翊坤宫娘娘也在，他们一直逼问奴婢，可是奴婢什么都没说。他问了你什么？翊坤宫娘娘问的，无非是她最疑心的那些事儿。主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说，若是说了，奴婢自己也没命了呀。好了，本宫自然信你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也回去歇息吧。是。娘娘，吃药了。娘娘，今儿你劳累一天了，实在是太劳心了，不如早些歇息吧。我不累。今儿快到翊坤宫门口的时候，皇上就在后头。您其实都知道，就是不肯回头。相见不如不见吧。皇祖母，云娘娘已经回来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挪去慈宁宫跟皇祖母住呢？你呀，就安安稳稳跟皇祖母住上一段啊，咱们祖孙俩在一块儿啊。什么？永基被太后带去慈宁宫抚养？是啊，奴婢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立刻来回禀主了。他们不会是察觉到什么了吧？应该不会，奴婢做事一向小心谨慎的呀。但是好好的，太后为何要从协芳殿接入永基呢？这个奴婢也不知道啊。或许是因为太后可怜12阿哥吧。那御膳房那儿呢？慈宁宫有小厨房，这御膳房的饭菜恐怕是再也不能送到12阿哥跟前了。
这好不容易排布了这么久，突然便动不了他的饮食了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这东西本是天长日久才起效用的，如今突然被打断，自然是乱了您的安排。不过想来太后年迈，自然也照顾不了12阿哥太久，咱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把本宫的护甲拿来。是。好不容易祖孙3个一起吃饭，个个食不甘味的。永基，皇祖母小厨房的膳食不香，到了你皇阿玛这里还不合胃口。皇祖母，孙儿想吃御膳房的饭菜。这就是御膳房的饭菜，有何不合胃口啊？没有儿臣在上书房时的好吃。回皇上的话，12阿哥在上书房时，的确进得香。慈宁宫的小厨房也就罢了，都是御膳房做的饭菜，怎么永基就非得惦记着上书房里吃的那些呢？儿臣吃不下了。放肆！瞧你说话举止，还有没有点规矩？儿臣知罪。罢了。与其责怪永基，不如去查查御膳房给他做饭菜的厨子。若真是合口味，那就继续给他做着。皇娘说的是。傅家，哎，你去问问。是。太后为什么要查御膳房，还惊动了皇上？奴婢也不知，只听说是12阿哥非要这御膳房做的饭菜，不满慈宁宫现在的饮食，才会让太后起疑心。哦，那日又碰巧是太后带着12阿哥一起去养心殿用膳，就连着皇上也知道了。你不是说那个东西下到饮食里，多了会产生幻象，少则慢慢损伤5脏6腑？为何12阿哥吃了会走念想？奴婢没有亲身试过这个，更不知道此物吃多了会上瘾啊！混账！你是故意要害死本宫？奴婢怎敢？太后就算要查，也查不出什么来的。那野蕈原本就是作为配菜放进去的，主大可放心啊！放心，本宫看来未必是太后疑心吧？你是不是在安华殿说了什么，才让太后带走了永基，还如此防范？奴婢对天发誓，奴婢对主忠心耿耿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主明鉴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说过，更不知道皇上和太后为何会突然提起此事。奴婢。主，15阿哥快下学了，您看要不要去接他？你去给我盯紧了御膳房那个伺候12阿哥饮食的人，过了这段时日，打发他出宫了个干净。若再生事，本宫饶不了你。是。永言，在上书房都学了什么呀？皇阿玛让师傅教我孝经，我都认真学了。皇阿玛说，皇家子弟除了孝，更要忠，先君臣，后父子。好孩子，你皇阿玛说的没错，但是你要记着，不必什么事儿都听你皇阿玛的。你我是母子，血浓于水，
你心里呀，只能向着额娘。嗯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得护着额娘，和额娘一条心，记住了吗？嗯。走。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听您的吩咐，小德子近来总盯着皇贵妃那儿，他亲耳听见的。哼，这种女人，就是玉坤宫倒了，她的脚啊也不配沾上中宫的一点泥。看来，颖妃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皇贵妃真是这么教导永言的？儿臣不敢欺瞒皇阿玛，永言还小。留在这样的生母身边，太容易被影响。近朱者赤自然好，就怕会近墨者黑。景色，有些话朕也只能和你说说了。自从永琪薨逝后，环顾宫中能继承皇位的皇子，只有永基，还有永言。这永基啊，虽然年纪长些，但经历了风波，性子别扭。如今给你皇祖母养着，也不知这性子能不能改过来。这永言吧，虽然机灵，但年纪尚小，未来如何也不好说。就是永言年纪小，如同一张白纸，可以任意描画，如今竟被生母教导着不与君父一心，实在令人担忧啊。咱们爱新觉罗家的皇子，岂能容这样的生母教养着？玉壶，奴婢在。你和金宝去永寿宫，将永龄交给颖妃养着。这景云呢，就留给客嫔。至于永言嘛，就送去寿康宫，给太妃们细心教养着。是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是否龙体不适？朕没事。皇阿玛，额娘，儿子好烦。皇阿玛让儿子抄的这个书，儿子不想抄了。罢了，歇会儿再抄。但是呢，皇阿玛给你安排的功课还是要完成的。是。玉壶姑姑，玉壶姑姑，我们主在休息呢，您……奴婢请皇贵妃娘娘安。玉壶姑姑怎么来了？皇贵妃娘娘，奉皇上旨意，即日起，17阿哥由颖妃娘娘抚养，9公主由客嫔娘娘抚养，15阿哥挪去寿康宫居住，由太妃照料。皇上怎么下了这般旨意？皇上还说，往后所有蒙古嫔妃都不受您管束，也不必向您请安，您也别计较。那本宫还算什么皇贵妃？您自然还是皇上亲封的皇贵妃。那永言能不能留下？他从小是在本宫身边长大的。皇贵妃娘娘，奴婢只能说一句：您都教了15阿哥些什么呀？皇上知道了，如何还能把他留在您身边？那奴婢带小主子走了。放肆！谁敢动他？十万，怎么说？永言，大不说，没事没事。永言，主，他还好护着乌拉那拉氏的孩子，本宫的孩子偏要被带走。乌拉那拉氏，他被困在翊坤宫，他还是不放过本宫啊！主儿，他已经断发禁足，又被夺了册宝，
经什么都不是。你这个贱婢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听谁说的？没有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一心为主，怎么会吃里扒外呢？看着我，你再说一遍啊！这些变故都是从你去了安华殿，见到乌拉那拉时开始的。你背叛本宫，你敢背叛本宫！玉公公娘娘这是掳了奴婢去，可奴婢什么都没有说，奴婢一心对主，什么都没有说呀。主息怒，主，春蝉最忠心，断不会背叛主。主，皇上的命令不可违抗，您万不能生气。这要是皇上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咱们又担待不起。主息怒，主息怒，主息怒！我的永远，我的永远！主心急症犯了，快去请太医！快呀！主，你醒一醒啊！主。主儿，您怎么起来了？您喝了太医开的药，才昏睡了几个时辰，要不再歇歇？给本宫梳头吧。是。春蝉，本宫昨日一时糊涂，下了重手，还疼吗？不疼，奴婢没事了，劳主挂心。但本宫从来没有打过你啊。奴婢知道。看你嘴唇发白。来，给你抹点口脂，也能显出在本宫身边当差的体面。真好看。谢主。对了，很久没给额娘上坟了。你早些出宫，帮本宫
拔掉坟头上的野草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去吧。春蝉看似要出宫，快通知江太医跟着。是。吃了，能保你的命。走。王公公，于妃娘娘。起来吧，可要当心眼前的路啊！本宫是要来告诉您一声，春蝉死了。您怎么知道？于妃娘娘，这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的，您不能这么乱说吧？王公公整日跟杀人凶手在一块儿，应该比本宫还要清楚。这春蝉是死是活，还有她为何而死，本宫记得呢。这一路上伺候皇贵妃过来的，兰翠死了，春蝉也死了，还有敬忠呢。如今只剩下王公公一个人，本宫是要来提醒王公公。惜命。皇上，您最近批褶子累着了，不如歇歇吧。太医说您身子不能累着。这没事。没事。
皇上，参汤好了，您多少用一点儿。皇上，皇上，来人，快叫太医！闭嘴！先别闹出动静来，去请江太医。这。江太医，这皇上吃了那么多药，怎么还不见好啊？皇上虽说这回是旧疾复发，但比上次更严重了。微臣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上圣功如何呀？回皇贵妃娘娘，皇上劳累过甚，伤痛荣亲王薨逝时落下的病根又发作了。既然是旧病复发，那严重吗？皇上这回的病情是又急又凶，气血直冲百会，险之又险。微臣要回太医院，召集所有太医一同会诊。竟然如此严重。是，皇上一直昏迷不醒，还需静养。玉壶姑姑，皇上这个样子，你先去禀报太后，等太后的意思再定夺，切莫声张旁人。是。那微臣也告退了。江太医，您一直为皇上医治，这回皇上的病，看脉案是极为凶险，一切都得仰仗您的斟酌。要不是这回病情来势汹汹，在下也不会劳烦各位同僚啊。我看重症用猛药，另则很多事还得多准备一手，免得到时候圣功不愈，我们太医院吃罪不起呀。说的也是。包太医在，你也来看看吧。咱们一同斟酌着用药，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贵妃娘娘，您都侍候一夜了，不如先回去歇息吧。皇上若醒了，奴婢立刻回禀您。也好。包太医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到底如何了？微臣看皇上的脉案，怕是不好了。当真？微臣不敢欺瞒娘娘，皇上是旧病复发，病症又在脑中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了。退下吧。是。主，若皇上的病真如包太医所说这么严重，可皇上正当盛年。主，您忘了，当年先帝也正是皇上这个年纪突犯急症，
驾崩的。已然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先预备起来？莫等真有什么事发生，咱们束手无策呀。先帝驾崩的时候，为着到底没有废除景荣宫娘娘，那尊封母后皇太后之争闹得多厉害呀！要不是景荣宫娘娘膝下无子，如今的太后又怎能稳坐慈宁宫的宝座？可是翊坤宫娘娘不一样，她可是有孩子的，而且她的孩子比咱们15阿哥还要年长，您不得不准备呀。好，本宫知道了。哎，宝公公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姜太医，我是看药泡好了，我帮你烧上。哎呦，宝公公，这皇上的药啊，讲究很深，泡多久，用多少水，这里面不能差半分。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那咱俩都担待不起啊！哦，我知道了。这样吧，宝公公，麻烦帮我取点炭火来。啊，是。皇后娘娘，微臣给您开的药，可一定要按时吃，一次都不能落下。我知道你已经加重了药的量，我会撑住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皇上那儿如何了？啊，皇上病下后，一直有微臣随侍，从诊脉、开药、抓药到熬药，都只有微臣一人，绝无旁人经手。皇贵妃娘娘那儿已经开始担心皇上的病情了，还常向包太医打听皇上的病情。可包太医他们所看到的，都是微臣准备下的脉案。现在后宫由太后主持，娘娘您放心。皇上那边，你有把握吗？皇后娘娘，微臣的医术您是知道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微臣的把控之中，绝不会出岔。那有劳你了。这都是微臣应该做的。请皇贵妃安。太后在里面陪着皇上，您先等一等。奴才还有差事，先告退了。哀家都这把年纪了，难道又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太后，皇上一直未醒，可怎么好？皇帝病症如此凶险，务必秘而不宣，免得前朝引起波动。有太后在，能乱什么？永琪薨逝之后，这储位一直就虚悬着。正大光明和养心殿、寝殿的密盒里，也不知道写着哪位皇子的名字。如果有新帝继位，怕是会有变故。能有什么变故？无论丽嫡、丽长、12阿哥都在您的慈宁宫里。只要密盒里写的不是永琰的名字，或者什么名字都没有，那就好办。
景太后安。好好伺候着，进去吧。是。请皇贵妃娘娘安。今夜是婉嫔娘娘侍疾，您怎么来了？婉嫔她累了，让她回去休息，本宫自会释放皇上。这